因为有疫情，为着安全，即摆有真侪人烧少出去佚佗，拢会包规栋的民宿来过暝。台东有民宿业者来指控，讲假日接一组台北来的人客10外个人，假工退房如苍苍，签拖也无去，冷气的遥控器无去。房间门开去，锁匙搁断去，调出这个监视器，一个看女离经。这阵游客啉酒醉，竟然直接伫个水池内底来放尿，这头家袂堪要去，爱这阵奥客来赔偿。室外监视器翕到一个少年的查甫人徛伫室外游泳池边仔脱裤放尿，无偌久，搁出现另外一个查甫人徛伫游泳池边仔对游泳池放尿。不过，这个行为看伫民宿业者的眼内，实在真生气。受疫情影响，真侪人佚佗会选包栋住暝。不过，煞有一阵10外人对台北到台东住暝少年人啉酒了后，伫厝内殴爸母。隔天我来打扫的时候，就发现拖鞋也有少，然后遥控器、冷气遥控器也少，也不见了。他有跟我们说那个钥匙断掉，然后之后说门破一个洞。看起来要真新的门房，煞有一个破空，连原本放伫遮的冷气遥控器过程当中，嘛毋知影放等去倒位。原本只是要调监视器来找物件，却意外看到因伫水池放尿。有跟我们说，我们又造价赔偿，有跟他告知，他们都有承认有去做赔偿的动作。这样。好佳在这阵少年人要算真有诚意，了解家己有疏失了后，愿意来赔偿。不过业者也是真无奈，敢若毋望人客会使加一寡公德心。毕竟即马疫情期间，大家趁食拢真无简单，嘛因为一时的好耍，都影响到店家生意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